庭教育嘛。这结婚办喜事，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？瞧你们这丫头片子，坐在那小破轿子里头，一会儿一个哭起来没结没完的，够多腻味人呐！她是我的女儿，她要哭，她爱哭，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？与你什么相干？等，还挺横。这老头他刚跟倔造。告诉你吧，